我王文钦这世人在做守护家具，靠的是我家己这双手。上界重要的是这粒心。你赶出去！我跟你讲，你配袂起阮民主的啦。若有民主地，安尼就是一世人扣甲。这两个囡仔是你亲生的呢，因为你知影我照顾这两个囡仔，所以你要把这人送给我。那个时候我就发誓，我一定要好好的保护他们长大。爸爸妈妈甲阿姊是无同款的，阿姊是袂碰人困。为着我只不过是一个精尔，就算我做过较济，嘛永远比袂过你老爸老母。不过我老打拼生活，还是无得了登去原本的模